邊個話涉唔規範？呢條影片我會證明涉係規範詞彙。我最近聽到一個電台，我唔知叫咩名族，不過佢嘅節目叫説好華語。佢話呢個銀紙要用塞嘅喎，係話我將一張銀紙塞入去紅包入邊。塞？你開玩笑啊？你塞100萬入去咩嚇？100萬幾噴喎，噴嘅嘢先至要塞入去，佢夾硬塞到塞唔入啦，係要開玩笑。呢個係叫做攝，你竟然話攝係唔規範嘅。攝就係將薄嘅或者細嘅嘢攝入罅。OK， 你哋睇下呢道門嘅罅咁細，淨係可以將薄嘅嘢攝入去啫。如果你將呢個好厚嘅書夾硬要咁樣塞入去，梗係塞唔入㗎啦。呢個就係夾硬塞咯，你諗盡辦法，你要塞咁樣塞呢個太厚咗啦，塞唔入㗎啦。唔該你哋認清呢個事實，漢字中文唔係淨係為中國北京字服務㗎，而且中文漢字都可以寫廣府話、客家話、潮州話、福建話等等嘅。福建話攝可能同廣府話攝係同組字，同源字攝可能有兩種寫法。第一個寫法就係木字邊嘅舌啦，廣韻集韻會正韻，並先結切，音舌說文尖也，打尖嘅尖就係呢個尖啦，而牙識弓為之舌，住滿兩旁木跌，即金虎樹大門脫行者，兩旁住兩木於缺之端時也。然之後另一個攝字係片字部嘅攝字，攝廣韻蘇協切，集韻識協切，並音攝玉篇攝疊小溪廣韻攝疊小舌一若緊也，或作攝。我相信福建話攝可能甲廣府話攝是上組字，安尼我用福建話讀伊會定記攝廣韻接韻韻會正韻並先結切音舌說文字也，擬雅攝中正為之舌，住本兩旁木跌，即金虎樹大本脫行者，兩旁住兩木烏缺之端時也。攝廣韻蘇協切，集韻識協切，並音舌玉篇攝貼小溪，集韻攝貼小舌，一或緊也，係作業。伫福建話攝是佇起徛係空放細物件，總之攝絕對係規範詞彙。我嘅影片就到此為止，唔該大家幫手留言俾我讚、訂閱，仲有分享呢條片，多謝。